係各位聽眾，大家好嚇，歡迎嚟到陳實足球頻道，我係 OK 哥啊。嗱咁今晚呢就星期六，五大聯賽都出嚟㗎啦。咁今晚為大家分析下三場賽事嘅有英超啦，有西甲啦，有法甲啦。韋斯咸對住修咸頓，巴塞對住切爾達，馬賽對住蒙彼利埃，係三隊。首先英超，韋斯咸對住修咸頓，韋斯咸呢，就而家就贏埋呢場，就基本上係保組成功㗎啦。反觀修咸頓呢，就基本上可以鐵定降班嘅。修咸頓呢，而家呢個指數呢就-1嘅。今晚嗰個修咸頓呢就必勝嘅啦。我推介唔係講錯嚇，韋斯咸必勝嘅啦，擊敗修咸頓嘅啦。所以我今晚推薦韋斯咸嘅。第二隊呢就西甲嘅巴塞對住切爾達。巴塞呢就週中嗰時呢就擊敗咗多蒙特嘅，就取得歐冠嘅4強資格。反觀呢切爾達呢，就呢隊波嘅客場呢就有啲差啲嘅。而家巴塞呢就讓住-1.75嘅。睇下今晚巴塞有冇能力贏到2球或以上。我睇好巴塞嘅今晚。另一隊法甲球隊馬賽對住蒙彼利埃。馬賽而家呢就係-2對住蒙彼利埃嘅。就馬賽呢隊波而家呢就積分榜呢就係排緊第3嘅。你為咗要保住呢個歐聯下一屆嘅歐冠資格呢，就必定要全力以赴擊敗蒙彼利埃嘅。後邊嘅4、5、6名都趕緊上嚟㗎啦，而家就53分。馬賽就而家嘅指數呢就係馬賽-2嘅。我都推介馬賽能夠擊敗蒙彼利埃2球或以上，或者少少地3-1過關。今晚就講到呢度。鍾意嘅頻道就點讚、關注下、轉發下俾朋友，希望幫到大家。好，聽日再見。好，拜拜。